定是你最近太疲劳了，才会起这个东西。喝口水吧。天哪！太皇太后送我的送子观音啊！圣母玛利亚大慈大悲，圣母玛利亚饶命啊！罢了罢了。 今天可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了，我的脑细胞已经不够用了，我的眼睛已经枯竭。这是寄给你宫中的小苹果的，错寄到朕的宫中。这次快递出了如此多的差错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欧巴，你好辛苦，我来给你按摩好不好？再给你唱首歌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太医已经处理过伤口了，妾身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你为何要做这样伤害自己的事情？妾身觉得对不起陛下。此话怎讲？臣妾怀了陛下的孩子，太医说已经有3个多月的身孕了。是因为对不起陛下。 妾身知道，现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个孩子，就是给陛下添麻烦，所以妾身才想，不如和这个孩子一起死了算了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映月明白，陛下留映月在这宫中调养，已是极大的恩赐。可如今这个孩子，是所有人都容不下的呀。 你放心，朕定会尽力保全这个孩子。陛下保了他又能如何？他活在这世上，只是一个无名无分，连和自己的爹都无法相认的可怜孩子。你放心，既是朕的骨肉，朕定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。 若是这孩子真的有了名分，姐姐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会不会心里过不去呢？是妾身对不起姐姐，可是这孩子毕竟是妾身的亲生骨肉，妾身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啊。皇后那里，朕会亲自去说的。听见陛下这么说。 妾身才能勉强安下心。你好生休养，朕还有要事，先走了。不知陛下明日能否来看妾身和孩子？不必通报，朕这就走了。您不进去了？朕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，他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，就让他再无忧快乐的过几日。
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飞呀，么么，飞呀，啊啊，飞呀。张太医到。小张，我没叫他呀。娘娘您忘了呀？咱们宫里太医要定期例行为娘娘把脉，看一下可否有隐藏的病症。把他叫进来吧。嗯。张太医，您这边请。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小张，看你这表情，我是不是病得很复杂？恭喜皇后娘娘，娘娘这是喜脉呀！你丫说什么呢你？娘娘确实有喜了。哎呀，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你滚一边，冲出去！不必这就滚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小张有喜了！我这个月事啊，向来都不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阴薄阳别，寸脉沉，尺脉浮，鼓动华丽，阴中见阳，又有和调之象。娘娘却是有孕的脉象，为保安全，微臣再给娘娘开副安胎药调养一下啊！你给我滚！好，微臣这就滚。哎呦！滚！我怎么没有发现呢？难道因为我是男人，没感觉？娘娘，您该起来了，快起来吃点东西。我已经没有脸在这个世界了，让我逃避一会儿吧。那我可先走喽。娘娘，我先下去了。站住！你手里拿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娘娘真的没什么，是张家托人送来的东西。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娘娘，这是张家托了城里最好的裁缝专门做的小孩的衣服。张家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前脚刚怀孕，后脚衣服都做出来了。娘娘，您不是常说有备无患吗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娘娘，我真没打算骗您，只是要是提前跟您说了，您定是不会答应的，所以才生米煮成了熟饭。说下去。我说了，娘娘你可千万要受住了，万不可做出什么傻事来。其实娘娘没有怀孕，那张太医是家里买通了，才说娘娘怀孕的。什么？我没怀孕？太好了！哎，过来。那你快跟我说说，家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前几日幽兰殿又招了太医，家里觉得蹊跷，便暗中托人询问，谁知道江氏那小贱人竟然被诊出了身孕了。江氏怀孕了？难怪皇上前段时间去幽兰殿了，原来是为了这事儿。娘娘，你可一定要忍住啊！就算是打掉了牙齿，也要活着写。我肚里咽。你再说一遍，怀孕的不是我，是江氏。家里人怕江氏有了身孕便可肆意妄为，于是便收买了张太医，将娘娘也把出喜脉来。这样一来，找个机会除掉江氏的孩子。你们真的太狠了！
真是最毒不过妇人心呐。娘娘，家里人知道你性子烈，怕事先告诉了您，没准啊，您会打到幽兰殿去，到时候再惹得皇上厌弃。以后这种事情千万要与我先商量。假怀孕是正房该干的事儿吗？到时候玩线了，会不会也伤害到我呀？你赶快去跟夫人传个话，下面我要说的，你每句都给我记清楚了。娘娘您说。第一，江氏肚子里的孩子必须保住，这件事情我另有安排。第二，齐胜不是傻子，赶紧叫家里想办法，把我肚子里这个假货名正言顺的拿出去。皇上吉祥。不必多礼。你怀孕的事，太医已经告诉朕了。就算太医不跟你说啊，你也知道了。今天早上绿篱啊，在我宫门口发羊角风，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整个宫都知道了。有什么吃穿用上的需要，尽管和内务府提。皇上，你也别因为我有了身孕，就冷落了幽兰殿那边，毕竟那边也需要您啊。你知道了。哎，皇宫就那么大，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啊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什么坏事儿，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呢，是吧，强公公？你这是在说反话吧？朕并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，只是那天你的态度，令朕实在无法开口。皇上，我可是真心实意的为你高兴。你高兴什么？我为皇上高兴，为江妹妹高兴，也为我自己高兴。你自己高兴是为什么？因为怀孕的不是我啊。皇上，你看哈，如果我跟江妹妹各生一男一女，就太好了，将来也是个伴儿。皇上呢，也早日儿女双全了。所以啊，我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开心啊。别说了。哎呀，皇上，你可千万别因为我冷落了江妹妹，你就大胆放心的去照顾她啊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？快让我看看。没事儿，齐胜啊，这是在和自己发现的。皇上真的没有打您吗？刚才动静那么大，快让我好好看看。没事儿。娘娘，娘娘，您看这小衣服多可爱呀！可爱，可爱有什么用啊？您真就不打算自己生一个？我？让我去生孩子，还不如让我去死。等您真有了孩子呀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哎呀，我这怀孕的消息一传出去，怕是要几家欢喜几家愁了。可不是嘛，江氏那头呀，肯定恨死娘娘了。我说的不是他，江氏是怎么想的，我真的没有心思去猜。只是九王这一次，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困扰。我与他刚立下盟约，就马上传出来我怀孕的消息，换做是谁，恐怕都难以接受。不行，九王那边还是有必要去见一面的。你去他府上给我传个话，说我要见他。嗯。你喜欢小苹果吗？你挤我干嘛？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小苹果？不喜欢，我喜欢吃梨。我不是说水果里的苹果，我是说湿里的小苹果。管它湿的干的，是苹果我就不喜欢。嘿，
我偷偷告诉你，有一天我偷吃了娘娘的榴莲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是榴莲。我也偷偷告诉你，有一天我也偷吃了皇上的榴莲，我都吃吐了。皇上吉祥！回宫。怎么还不走？皇上，3米呢？现在不用了。奴才谢主隆恩。回去我偷皇上的榴莲给你吃啊。皇上驾到！你让皇上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哎，皇上他人呢？啊，皇上吩咐了，见物如见人。你这个人好坏好坏的，害得我以为皇上来了，白让我打扮了这么许久。说来也奇怪，您刚才还那样，从里边一出来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这是一个女人必须具备的生存技能。哦，那您签收快递吧。你给我打开。皇上待我可真好，居然送我佛手柑这么贵重的水果。这送人水果哪有掰成2半的？要么就是这人太不讲究了，要么就是像坊间流传的那样，是分手的意思。分手？要不然皇上至于连一个整水果都不趁吗？这位娘娘，我还有下一单呢，您还是快签收了吧。他要和我分手，这一定是弄错了，我不签。哎，您别不签呢，早知道我就不告诉您真相了。我听说前些日子快递不是出了差错吗？您这个是 VIP 专用物流通道，不在那次送错的范围内。我不管，你把这什么破佛手柑给我送回去。奴才办不到啊！你不是飞毛腿快递吗？我是飞毛腿没错，可是我们那边不让接私活。什么飞毛腿快递，什么乐视商城，都是一伙的。你们和张鹏鹏合起伙来骗我，皇上一定是被他迷了心窍，这一定是弄错了。这，你还是自己还回去吧。张鹏鹏，又是你！收拾的怎么样了？给太皇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你们2个是他们最信任的人，而哀家又是他们的长辈，他们努力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，咱们可得帮他们一把。嘿，太皇太后，您对我们家皇后娘娘可真好。记住啊，一定要温馨、浪漫、甜蜜。把蜡烛都点上，把花也都插起来吧。我来。太皇太后，您怎么知道我们家皇后娘娘会喜欢这些啊？哀家可不知道，不过哀家知道成祖当年对哀家用了这招，哀家很是受用。那希望我们家皇后娘娘也能喜欢。你们快把这儿收拾好。哦，哀家还要去看看衣服准备的怎么样了。这太皇太后又使什么幺蛾子？我脱了啊！哎，不说话我可脱了啊！哎，你们
皇祖母，鹏鹏，他们都伺候你把衣服换好了吗？那你裹着个破袍子干嘛呢？快脱了。你确定要看？嗯。哀家终于明白了，当年成祖是如何被哀家倾倒的。哎，皇祖母，您确定这衣服是您亲手设计的？当然了，要不皇祖母怎么会让你来当模特呢？鹏鹏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最近对这个服装设计呀特别感兴趣。我还让人家从西洋给我请来了个裁缝，裁缝叫什么来着？叫维多利。维多利。鹏鹏，鹏鹏，哎，你干嘛呢？没什么。哎，皇祖母，我想起来了，您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叫 Victoria？ 对，就是这名字。哎，怎么说来着？Victoria。魏托伊呀，对。鹏鹏，这男人呐都是犟驴子，一定要顺着毛捋，跟男人较劲儿，最后吃亏的可是我们女人。哎，皇祖母，咱刚刚聊那个 Victoria 聊得正高兴呢，怎么又说起这个话题了？那是因为呀，皇祖母有样东西要给你。啊？跟我来。鹏鹏，自从你跟哀家说皇帝在服用此药，哀家就让人糟了大量这个碎碎念，我还是先撤吧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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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皇帝虽然年轻，可是政务繁身，压力也是极大的，难免呀。总之，你跟他说呀，要多少皇祖母这儿有多少。哎，鹏鹏，鹏鹏，哎，人呢？禀报太皇太后，我看见皇后娘娘捂着肚子跑出去了，好像身体不适。算了，把这个给她送到宫里去吧。是，太皇太后。等一下，你一定要嘱咐皇后娘娘，让她告诉皇上，要提前半个时辰服用。明白了，太皇太后。今晚的星星可真多啊！是啊，只盼着这天上的星星能保佑皇上和皇后娘娘圆圆满满。你说这天上的星星，哪个是你，哪个是我呀？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家皇后娘娘和皇上就是天上的织女和牛郎，而姜氏就是万恶的银河。人家跟你说话，你有没有在听吗？说什么呀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可别对我起什么歪心眼儿，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我什么身份？我可是总管级的太监。什么级都白搭，再是总管你也是个……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你凭什么歧视我？皇上都已经昭告天下了，歧视残疾人那是触犯律例的。我虽是太监，也是有尊严的，也是有我自己的感情的。我没有瞧不起你，我只是瞧不上你。皇上吉祥。是谁瞧不上咱们家强公公啊？皇后有何要紧事？要把朕这么着急叫来？皇上，您去了便知。